嗨，我係堅叔，歡迎返到癌友茶記，入嚟坐低斟杯茶先。今日堅叔同你慢慢傾。今日呢個題目真係好多癌友同屋企人都問過，癌細胞怕糖，癌症病人係咪要完全戒糖？我相信你好可能都聽過呢幾句。唔好食飯呀，飯會變糖；唔好食生果呀，生果都有糖；唔好飲湯呀，紅蘿蔔、粟米都有糖。癌細胞最中意糖。你唔食糖，咪餓死佢咯。聽落好似好有道理，係咪？但堅叔想同你講呢件事，如果講得太簡單，係會出事嘅。因為有啲癌友一聽到糖養癌，即刻戒飯、戒麵、戒粥、戒生果，最後點？唔係癌細胞先餓死，係自己先受到冇力、冇胃口，行兩步都攰，甚至影響治療期間嘅體力。所以今日呢條片，堅叔唔係同你講可以任食糖，亦唔係同你講完全唔使理糖。今日我想同你拆清楚三件事。第一，癌細胞係咪真係會用糖？第二，戒晒糖係咪真係可以餓死癌細胞？第三，癌症病人到底應該點食糖、點食飯、點食生果先至比較穩陣？留意片中間堅叔會講幾個好重要嘅數字同報告背景，包括點解好多權威癌症機構都唔建議癌症病人極端戒碳水，亦會講清楚真正要減嘅其實係邊一種糖。好，入正題。首先，癌細胞係咪會用糖？答案係會，但呢句只係上半句，下半句係你身體入面所有細胞都會用糖。你個腦要用能量，你啲肌肉要用能量，你免疫系統要用能量，你行路、呼吸、復診、做治療、身體修復都需要能量。我哋食落肚嘅飯、麵、粥、麵包、薯仔、生果，身體會將入面嘅碳水化合物分解成葡萄糖，成為能量來源。所以糖本身唔係一個邪惡怪物，問題係你食嘅係咩糖，食幾多，同埋你而家身體需唔需要能量？癌細胞生長快，佢哋好多時會用比較多葡萄糖。呢個概念同一個叫 Warburg effect 嘅現象有關。簡單講，即係癌細胞同正常細胞處理能量嘅方式有啲唔同，所以科學家一直都研究緊癌細胞同糖代謝嘅關係。但係重點嚟啦，癌細胞會用糖，唔等於你唔食糖就可以餓死癌細胞，呢個係好大嘅分別。你想象下，你屋企有個唔受歡迎嘅租客，你想斷佢電，但你一拉大掣，成間屋都冇電，雪櫃冇電，燈冇電，手機冇得叉，連你自己都冇得煮飯。極端戒糖戒碳水就有啲似咁。你唔係淨係影響癌細胞，你係影響成個身體。Cancer Research UK 講得幾清楚，戒晒糖唔會阻止癌症前進。真正比較清楚嘅關係係高糖飲食容易令人攝取過多熱量，增加體重，而超重或肥胖會增加最少13種癌症風險。所以重點唔係一粒糖都唔食，而係避免長期過量游離糖，幫助維持健康體重。去到呢度，堅叔想講第一個重點，唔好將戒糖理解成戒飯、粥、麵、粉、薯仔、番薯、南瓜，呢啲係主食，係身體能量來源。尤其係癌症治療期間，如果你本身胃口差、體重跌、肌肉少，完全唔食主食，真係可能令你更加冇力。World Cancer Research Fund 亦有講，暫時冇證據顯示低糖飲食對癌症治療中嘅人一定有好處或者壞處。如果治療期間體重下降，香蕉、意粉、麵包呢類碳水食物反而可以幫身體補充所需能量。即係咩？即係唔好見到碳水就驚。癌症期間最怕唔係你食咗半碗飯，最怕係你驚到連飯都唔食，結果身體冇貨交。我舉個例，有個癌友化療之後冇胃口，屋企人好緊張，上網睇到話癌細胞怕糖，於是佢哋幫佢戒晒飯、麵、粥、生果。佢一日食咩？菜、少少肉、湯水，聽落好健康。但問題係佢本身已經食得少，再冇主食，結果2個星期跌咗幾磅，行路都腳軟。復診時，醫護反而最擔心佢營養不足。你話咁樣係幫身體打仗，定係打到自己個後勤斷糧？
癌症治療好似打一場長仗，治療係前線，營養就係後勤。後勤冇米冇水冇電，前線點打？好，講到呢度，你可能會問：咁堅叔即係糖完全冇問題，可以食蛋糕、飲汽水、飲珍珠奶茶？又唔係喎，呢度就要分清楚兩種糖。第一種係天然存在喺食物入面嘅糖同碳水，例如水果入面有果糖，但同時有纖維、維他命、水分。飯、麵、薯仔有澱粉，但亦係能量來源，全穀物、豆類，仲有纖維同其他營養。第二種係游離糖，添加糖，例如汽水、糖水、手搖飲品、甜品、蛋糕、糖果，好多包裝飲品入面額外加嘅糖。真正要小心嘅係第二種。AICR 指出，含糖飲品有令人增加體重、超重及肥胖嘅 convincing evidence， 而過多身體脂肪本身係最少10幾種癌症嘅風險因素。即係問題唔係一啖糖即刻餵大癌細胞，而係長期高糖、高熱量、低營養，令體重、胰島素、炎症、代謝狀態變差，間接增加健康風險。再講一個大家易明嘅數字。WHO 建議成年人同小朋友每日游離糖攝取最好少過全日總能量嘅10%。如果可以進一步降到5%以下，大概即係每日約25克綠茶匙糖，會有額外健康好處。美國心臟協會就建議女士每日添加糖唔多過25克，男士唔多過36克。你知唔知25克糖大概係幾多？一罐汽水已經差唔多可以有30幾克糖，一杯正常甜度手搖飲好多時更加唔止。一個蛋糕、一包餅、一支甜味乳酪飲品，加埋全日好容易爆標。所以堅叔唔係叫你同白飯反面，我係叫你同汽水、甜飲、日日甜品保持距離。講到呢度，我哋可以落地啲。癌症病人到底應該點食？主食唔好完全戒，但可以揀得聰明啲。如果你食得落，可以用白飯配少少糙米，或者間中食番薯、薯仔、燕麥、全麥麵包。但如果你化療期間胃口差、腸胃唔舒服，白粥、白飯、湯麵都唔係罪人。有時食得落比食得完美更重要。你唔好病到嘔都要逼自己食糙米飯，嗰刻你食到半碗白粥加隻蛋已經係勝利。第二，水果唔好亂戒。好多癌友一聽到生果有糖就完全唔食，但水果有纖維、維他命、鉀質、水分。一般情況下，適量水果唔需要因為有糖就戒晒，但要留意，如果你白血球低，醫生叫你避免生冷，或者你腸胃好敏感，就要問醫護點食安全。可以揀容易清洗、去皮、熟軟啲嘅水果，例如香蕉、蘋果、橙，或者按營養師建議處理。第三，甜飲係最值得減嘅。如果你每日一杯凍檸茶、奶茶加糖、汽水、紙包飲品，呢啲就係好明顯可以調整嘅位。你可以由全糖變少甜，再變走甜；由汽水變梳打水；由甜果汁變原個水果；由餐餐甜飲變1星期1、2次。唔需要一晚變聖人，但要開始減。第四，甜品可以食，但要識位置。癌症路上已經好辛苦，有時生日食一細件蛋糕，唔需要內疚到瞓唔着。但甜品唔好變成每日正餐，尤其如果你本身有糖尿病、血糖高、脂肪肝、體重增加，就更加要控制份量，最好問營養師。第五，如果你治療期間體重跌，就唔好盲目低碳，呢個好重要。如果你已經食唔落、肌肉流失、體重跌嗰陣，最重要係補足熱量同蛋白質。你可能需要粥、麵、飯、奶類營養補充飲品，甚至要營養師幫你設計食法。唔好見人哋講生酮、斷糖、低碳就自己照跟。癌症病人唔同減肥人士，治療期間最重要好多時係保住體力、保住肌肉、保住營養。堅叔講個茶記比喻，如果你架車油缸已經見底，你仲話我唔入油，因為壞人都會用條路，咁唔係好有問題咩？你身體需要能量，你唔可以因為癌細胞會用糖就完全唔俾身體能量，
正確做法係唔好亂入劣質油，例如汽水、甜飲、過量甜品。但正常燃料，例如飯、粥、麵、薯仔、水果，係要按身體需要食。去到最後，堅叔幫大家整理今日重點。第一，癌細胞會用葡萄糖，但身體正常細胞都會用葡萄糖，所以唔係唔食糖就餓死癌細胞咁簡單。第二，癌症病人唔應該自己極端戒晒主食，尤其治療期間，如果體重跌、胃口差、冇力、盲目戒碳水，可能令你更虛弱。第三，真正要減嘅係添加糖同甜飲，例如汽水、手搖飲、糖水、蛋糕、糖果、甜包裝飲品。第四，水果、飯、粥、麵唔係敵人，重點係份量、選擇、身體狀態同你治療期間嘅營養需要。第五，如果你有糖尿病、血糖高、腎病、肝病或者治療期間體重急跌，一定要問醫生或者註冊營養師，唔好靠網上幾句說話自己亂戒。堅叔最後想講一句，癌症飲食最怕唔係食錯一啖糖，最怕係因為恐懼，食到自己冇力。你要戒嘅唔係所有糖，你真正要戒嘅係恐慌式飲食，食得清醒，食得有營養，食得配合治療先係最重要。如果你想堅叔下一集講癌症病人可唔可以食生果，邊啲生果最穩陣，記得留言話我知。想繼續用香港人方式聽癌症飲食同治療資訊，記得訂閱癌友茶記。我係堅叔，下次見。